Himalayan Hunter JCK's undisputed fan favorite. 准备的非常的好，我已经非常的兴奋，非常的享受这一切，我已经准备好了。Just look at the swagger that this guy has. 这场比赛我的计划就是打爆他的脸，让他鼻青脸肿的回家。Big jumping knee. Beautiful Uchimata and super flying dragon on the flying triangle. In that scramble, that was crazy. 你们越看好谁，我就灭谁。He's willing to ground and pound, go to the missions, but he's a very aggressive, action-pushing fighter. 我会让他感受到恐惧，让他为他叫嚣我那么多次而买单。让他们记住，在这个八角笼里面有一个人，头顶是雪白色的，白色的身影，白色的头顶，诡异的颜色。好了，终于到了我们非常期待的一场联合主赛。我相信这场比赛可能是很多人最关注的一场宿命恩怨对决了。同样是一场中外大战，中哈之战。首先主场呢，我们看到蓝角选手非常帅气的这一位，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塔兰特叶斯达乌列特。和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这位选手之前呢，他一直是在比赛当中获胜之后一直叫阵泽望。我们看到，终于在这一场014的比赛当中得偿所愿和他一直苦苦追寻的这个对手走进了八角笼。塔兰特呢，今年只有22岁身高176，臂展176技术核心非常典型的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的这个综合格斗。职业战绩13战8胜5负JCK 目前已经是2连胜未尝败绩。这位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猛男期待着能用一场大胜来冲击自己的 JCK 3连胜。力量很好，哇，肌肉很爆棚。这算是他追望的第3次了。追望，没错，追望的第3次。因为之前确实是有2场比赛都是没有促成，是因为有一些伤病，没有促成，所以换了对手打。昨天他训练的时候，我在旁边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摔跤功底确实不错。是，而且他是跟马纳普一块练的，也就是说拿马纳普当陪练，拿4中的以上的这个日常体重的马纳普。对，要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马纳普一块训练，然后能塞马纳普。哇！而且意志品质好，体能好。目前的塔兰特正处在一波6连胜当中，所以可以说气势如虹。这场比赛的话，也是期待着能够用泽网当做踏脚石，实现自己的3连胜。他们2个信心都非常足，很火爆。听一听泽望的出场乐吧。哇，这个颜色都很漂亮。是这种粉色，很有特点。哇，这个出场呢，哇，这个出场战袍确实非常漂亮。超级巨星来了！超级巨星戴着牛仔帽，戴着口罩，这个面具很酷戴着亮闪闪的出场战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泽旺的衣服上 logo， 是的 Z 和 W 对，是他自己的姓名的一个缩写，是的。再来介绍一下泽旺，今年只有24岁，身高185，臂展193，他的技术核心是 MMA， 职业战绩15战10胜5负 ，JCK 战决城战绩8战5胜3负，来自恩波格斗俱乐部。哇哈哈，看看这个个性的演出。你可以不喜欢泽旺，你可以觉得他太嚣张，你也可以怎么说，感觉他是流量之王，但是你不可否认，他就是 JCK 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选手，没有之一。他就是粉丝想看的人，没错，这也就彰显他的价值。是。他说对方力量虽然大啊，但是在格斗的领域，智慧永远击败力量。是的，很自信。泽旺。这次比赛之前，我们看到泽旺其实是经历了一波2连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从泰国特训归来之后，泽旺的心理的感觉，包括他现在出场的这种状态和心理的整个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赛前2位选手的火药味就已经是超级浓了，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恩怨，这个梁子必须在今天有一个了结，所以有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够站着出这个笼子。这就是咱们这项运动美妙的地方，不管你赛前有什么恩怨，你有个解决的地方。是，那就进笼子吧，进笼子吧，来吧，多说无益啊。泽旺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会让塔兰特记住一个人他的头上是一片的雪白，他的身上，他的衣服也是白色的，那这个是来自于雪域的颜色。哇，我觉得这个发言太酷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泽旺是一个比赛当中的节奏大师，没有人，至少在他之前 ，JCK 没有这个类型的选手。他的节奏、他的比赛的风格，以及他的个性，已经成为了代表 JCK 的一个独特的选手，甚至是我们看一下，哇，这个人气，这种巨星的影响力，巨星气质，有些人的气质是天生的。而且他真的很敢做动作，在任何的条件之下，他没有那种赛场带给他的压力。没错，他觉得八角笼就是他的舞台，对，这个他的秀场。Show time， 哇，这个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好的，看一下双方的数据对比，双方年龄相差2岁，在身高和臂展方面，毫无疑问，泽旺有着非常大的优势。让我们把现场交给阳光。本场 JCK MMA King Series 男子68公斤级协议体重之战，同样是我们今天晚上第2场联合主赛。蓝方选手身高176公分，臂展176厘米，体重68公斤，年龄22岁，来自于 Berlick Team。MMA 综合格斗战绩13战8胜5负 ，JCK 战决城战绩2战全胜。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blue corner from Kazakhstan. Get ready for talent. Yes, the roulette. 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身高185公分，臂展193厘米，体重67.50公斤，年龄24岁。来自于恩波格斗俱乐部 ，MMA 综合格斗战绩15战10胜5负 ，JCK 战决城战绩8战5胜3负。他就是来自于喜马拉雅雪域高原的赏金猎人 China Supernova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王金刚 ，The referee who charged in this octagon is Mr. 王金刚。不讲规则，不讲规则，不讲规则。
好，我们看到这场恩怨之战马上开始了。我们看到，一定要在场上配一个重量级的裁判。那我们的协防机之王王金刚老师来执裁本场焦点对决。好，比赛开始了。哇，直接扑上去，是的，上来就给压力。是。哇，但泽旺一非常重，从容。是。对，他有自己的节奏，是非常怪异，有自己的点。哦，变线，先往前移动一下，再来一个变线。下线抱摔，抱摔，看一下，压得很好，漂亮。是的，抄起来，勾腿带倒，泽旺在上位。是的，这个在过腿，以往塔兰特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他的压制别人。肘击，那泽旺压得很好。如果刚才黑卡是小1号的泽旺的话，那现在我特别期待他的比赛啊！是的，我们看一下大泽旺。哦，这边的话，塔兰特在地面哦，三角锁连续的变化，看一下三角锁要调整，搭不上。看一下，因为泽旺的头往前冲的很重，对，这里很难搭上。这个位置因为有笼子卡，有笼子是的。头朝下，直接朝下，这是很难搭的。在这个位置上想要搭三角，我们看非常的难。对，王金刚老师也提醒，这个脚趾不能够勾挂龙网，勾这个龙网，是的。看一下，还要再要调整，但是这边塔兰特没有放弃，对，还要再打这个三角，再去调整。非常聪明，直接把头就找这个塔兰特的头。咱们俩离得越近，这个三角就越不容易搭上。是的，越远的话可能有机会开了，应该是开了，扣开的话就有机会往下砸，头拿出来，小心啊！把手塞进去，把手塞进去，是的，压住对手，非常聪明，这就是技术击败对方的力量。是的，说在比赛场上最重要的是智慧，还是智慧，是的。塔兰特现在在下位，我们看到也是要做，再把对方拉倒，拆拔，打击，下位的肘击，肘击很有力，没错，想转到后背，想转后背。泽旺很擅长先打裸脚，再进钩子。哦，这边要做十字架，看一下，很少见的技术，对，完全被撑住了，小手回不来，他要2个手都被控制住了。这个位置有机会直接圈脖子，想把头抽出来，有点高。对，这个位置想把头抽出来，看一下，要搭什么逆向三角吗？逆三角想做十字固，塔兰特把手搭上扣了，是这个位置不好拆这个把，看一下。因为而且这个位置因为背靠龙网了，没空间了，行径不好，对，这个位置角度不是特别好，没错，身后是龙网，也没有办法去掌握。下位的肘击打击，看一下，而且这个三角搭的还挺紧，连击的砸肘击很重，这位置要消耗对方一下，不然对方拔出来可能要砸拳很重。是的，对，塔兰特比较被动，抄腿，头抽出来了，这样的话对泽旺是一个上位的压力，是这个考验，这里要小心了，是把手拆进去要打肘。塔兰特的龙边很好的，很大，是对。所以泽旺赶快圈住对手，不给对方砸拳的空间。对，大部分的时间泽旺之前比较被动，都是在龙边被对方暴打，所以应该有所针对的去做训练。砸肘，漂亮砸肘，这个是塔兰特的一贯的比赛的作风。遮无口鼻，白开，继续打击。泽旺其实下位防守还真不错，没错，封闭式防守让对方没有挨到特别重的那种打击。是，看得出在泰国的特训应该是下了功夫的。是的，就是抱住，塔兰特牢牢压着，这个位置会挤压泽旺的呼吸空间。对，所以说泽旺到第2回合的话，有可能呼吸以及这个输氧量会有一定的问题，不舒服。是的，对，你看。塔兰特一直都是往前压的状态，会挤压他的呼吸空间，因为你始终是卷曲窝着嘛，对，一直是窝着，你的肺无法打开到全部。上位砸拳，这个时候我们看到2位选手开始输出了。对，但很多的砸拳其实被泽旺格挡掉。对，大部分的腿防守很好。是的，大部分的打击会被格挡掉。40秒钟的时间，我们看到第1回合，整体来说双方表现的都不错，有来有往，有上有下。泽旺也是拉住对手，不给对方太多的一个输出的空间，没有距离的话，杀伤力会减半。
哦，对方想发力，但是被泽旺格挡了。第二拳最重的被格挡掉。上位砸拳。啊，不要抓龙王。是的。哦，由下至上，确实很难打到泽旺。到目前为止，泽旺的脸还是干干净净。对他防守的特别好，他的腿啊，包括手，一直有效的格挡，但对方呢？这个就没必要。你要发力，你打的时候发力，对吧？对手总是喜欢在这种时候给点精神上的压力。没错，心理战嘛。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双方都有相对的一个应对之法。是的，是的。干干净净，没有挨到特别重的打击。给他挂倒，挂的空中，泽旺转体来了上位，非常漂亮。今天确实啊，我们看到在泽旺的防抱摔的这一块，的确是让我眼前一亮，做得很棒。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不是能够在保持站立的状态当中，再用自己非常好的或者是非常善于抓住的这种比赛节奏，去争取更大的优势。那塔兰特应该还是会全力的去做抱摔。啊，场边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跟塔兰特在一块的马纳普，又来了，第二回合是继续从容应对。节奏慢了下来，要找一找。这个是泽旺比较擅长的节奏，很怪异，冷拳冷腿。对方呢，第一回合想硬吃来着，没吃掉，是没吃掉，他肯定心里会犯嘀咕。啊，泽旺的拧身啊，先压胯再拧身，做得很好。再次挂腿。塔兰特还是贴身吸腰，但是泽旺把手拆开了，腰吸不上。这儿其实做摔法还不一定好做。看一下，想要入胯带倒斗狗，双方起身啊，连续打击。泽旺起身很快，抓机会砸的速度挺快啊，是。漂亮，这个确实好。对。左右破坏重心。昨天练的时候，他就这样摔马纳普，就这个姿势，是这个日常体重的马纳普。啊，对，平常得85以上。是，看到在这个位置上，泽旺还是不慌不忙，比较从容，对，没准备往上挂，防守的很好。泽旺早期的时候，其实不靠打击的时候，他的成名作是蟒蛇嘛，对，蟒蛇脚，对，谁敢抱他，他只要搭了蟒蛇脚，对，比较怪异的这个降服的，毕竟手长手细，是在下位的三角也曾经降服过赵志康，所以也不要小看他的地面的缠斗技巧，很多的非常规降服都可以实现，所以塔兰特也是要格外的小心啊，太过激进会被对方抓住。头部。哎呦，小切肘，再来，对方的砸拳，泽旺有蹬腿的空间了，是拉开，对方也不敢往下，也容易被蹬头。这个脚跟砸上去还很重。泽旺的脚也很有危险。是，看一下扫击，没有，什么地方扫下来，想勾回来做一个三脚架，但是塔兰特直接扑下来了。看一下，这是打击啊，肘击，肘击是。哦呦，这个上位的砸拳非常的凶悍。泽旺这个大字形很有感觉，是。好，但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小心的这个位置非常的被动。塔兰特侧外手铐搭住连续打击，这个时候，拿腰。对手会抓住一切的机会，是手肘还是竖大拇指没问题。是的，泽旺再次挂倒，确实他昨天练了很多这个动作，应该平常也很擅长这个动作。吸腰脚底下一绊，没错，比较典型的这种中亚式，包括像哈萨克族的这个哈萨克斯坦那种摔跤式打法，很粘着，上位纯力量的压制，包括精湛的摔法。漂亮，下位给个肘，因为对方自己想往下压，会有一个迎击。对。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肘击往往很奏效。是的，是的。还是折叠着这个泽旺的身体，但塔兰特是铁了心要压你，对，他挨着肘他也不起来。是的，这是一定的。想要过腿，膝盖起来，想要做滑膝。哦，不要抓拳套。看到这个王金刚老师也是明察秋毫。打空一刻。
还是那句话，这个塔兰特一定会抓紧时间，更多的做动作。我说打得很重，是塔兰特很想发力，动作一定会其实做。哪怕是在优势位置想打泽旺也挺累的。是的，真的，你看他防守很好。对，哪怕是在优势位置想打他，确实挺累的。看看会不会一直在做干扰，是，会不会调整你的重心，对吧？做一个结构，你老打不上他。对，好，无口鼻。其实这样看的话，其实如果在地面上一直是采用这种摩擦和磨血方式的话，泽旺的反击质量要远远低于自己的站立打击，所以还是想办法要站起来。对，对方也是想消耗点时间。是的。30几秒钟，不知不觉我们看第二回合已经是剩下了所剩无几的时间啊。所以塔兰特整体来说，第二回合的战术设置还是非常成功的。塔兰特在这个位置，他其实也很难砸，对，到老砸 TKO 不到的状态是，所以他就是压在这个位置，然后影响泽旺在战力当中消耗时，是的，这个发挥的时间，磨掉你的体能啊，消耗时间。对，10秒时间，多磨一磨点，太够了，时间不太够了。背后卫也没有发挥时间，过胸，哦，没有给。好的啊，双方的第二回合。哦，哇，火药味依然这么浓啊！是的，是的，每一回合结束都是这样。其实纵观整个第二回合来说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塔兰特的战术设置还是没有问题，在地面上牢牢的上位掌控、压制以及输出。那泽旺在地面的这种反击，其实往前面太好的效果。所以第三回我一定要好。尽量保证在这个站立的状态，才能打出自己比较有优势的节奏和输出。如果再继续被塔兰特再做这样一回合的压制，可能就很危险了。最后一个回合 ，OK， 第三回合，现在是第三回合。双方的第三回合，第三回合开始了。哦，手击的前手肘，泽旺依旧要发力的嘛，是的，发带走比赛的机会依旧是有的，是有的，真的。泽旺打拳给人看起来的这种松弛感真的很爽，你知道吗？再来，就是每次看他比赛的时候，他那种松弛感真的挺那个啥的。泽旺有点累了，看着挺爽的。对手也怕泽旺的迎击，对，他一定要摔的，对，他想玩的安全一点。是，你们刚没听解说吗？他是优势方嘛。他如果再被塔兰特压着打的话，那就是很危险的那种劣势了。还是要做一些打击的。是的，没听吗？你们刚才？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这个评判的标准还是以打击效果、伤害为主。抓手铐，看一下，他第一时间破坏了泽旺的没到最后都那个啥，还是起来，在拆把的位置，塔兰特我们看怎么做。目前感觉泽旺非常不爽，打吗？理性看待。泽旺意思是咱俩应该当面锣对面鼓的好好打一架。对，双手为什么要压我呢？双手指地是吧？双方应该这样理性看待。再次带倒，在破坏中心，泽旺的表情是，他这表情有点这也是比赛的这个一部分，没错，缠斗也是那种感觉，这 MMA 比赛嘛，对吧？转过来，理性看待啊，理性看待呀。带倒，确实这样的话对泽旺的不要上升到地狱啊！是的，对。整个的节奏不要上升到地狱啊！身上是压着怎么还上升到地狱了呢？比赛的主动性啊，都是抓一个手铐，不要上升到地狱啊！泽旺没有给打击掏，不管谁输谁赢，泽旺要做动作的，不管谁输谁赢，没有打击是没有办法。都理性看待。确实，泽旺打得很重，要小心泽旺侧位的砸拳，尤其是要小心自己的体能这个位置。理性看待。越早出来的话，体能消耗就会越少，没错。在这待时间越长越累。还是要尽早出来。理性看待呀，泽旺好像显得没有办法似的。其实泽旺如果能够回到战力，地区的那个地域，不是说那个地域，那后半段的时间，哪怕对方有压，也会没有问题。是的。地区啊！哦，地区，膝盖顶肚子是。泽旺直播，摆脱对方的这种比较粘着的一个方式。实时直播，打击是。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了，再起身得转过来。
一直被对方拿体重去压自己。实时直播啊。塔兰特的打法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就是名牌嘛，就是想抱摔嘛。但是现在来说的话，确实是想要做裸脚。哦，试一下有没有机会降服？啊，泽旺身体马上侧过来，切肘，肘击，切肘，继续打击，连续打击，起来转过来，漂亮。好的，站起来了，还要勾，泽旺没有给脚，会不会去？还要勾，还要勾，是的。可能重心带啊，脚下再勾啊，成又倒了，一直被缠斗粘着，摆脱不开。德王再起来，又被涮倒。这场比赛，塔兰特的战术非常针对。边角也在提醒德王往龙边走。是，但1分10秒，泽旺能做动作的时间已经很少了。挂支撑腿又放倒，关键泽旺的。这边一直在跑不喘一下了。别咱就不死的也来。和输出，再来，蹬开，想做上蹬没蹬开。哎呀，这个位置，我们看塔兰特还是侧位的压制，上位砸拳。剩下的时间，最后10秒钟，想起身，顶膝上头了，要小心。哇哦，最后一点时间。好的，双方的最后的一个回合结束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从战术的设置来说，包括比赛的一个呈现来说的话，两位选手的战术其实，怎么说呢？塔兰特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应该说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对。他尽管表现得很激进，但他执行战术非常冷静啊，他知道自己要打什么。没错没错。那对于泽旺来说的话，可能会觉得心里很不服，很憋屈。对，很憋屈，是的，没有打出来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还是那句话，这是综合格斗，缠斗是比赛过程的一部分。是，看塔兰特和马纳普这一边还在交流着什么。这样的话，3个回合来说的话，可能塔兰特占据了大多的上位时间啊，保持着上位的输出。结束之后，我们看到2个人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塔兰特走过去向泽旺致敬，友好之意，友好之意，是的，是的。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啊！赛前的这个火药味只是对宣传的一部分，比赛是比赛，比赛是比赛，是的。好，比赛马上进入到判定环节。给主播点点关注。接下来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3位裁判均以27比30的比分一致性判定，蓝方